今日係24節氣嘅立冬，本港受到東北季候風嘅影響，多雲有雨。另外，集結喺菲律賓以東嘅強烈熱帶風暴鳳凰將會橫過西北太平洋，並且逐漸增強，最快下個星期會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。本港雖然進入冬季，但多區氣溫仍然有23、24度。微雨下，市民返工返學都要開遮。天文台話，一股達強風程度嘅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，位於西北太平洋嘅強烈熱帶風暴鳳凰集結喺馬尼拉以東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並逐漸增強。按目前路徑預測，最快下個星期進入本港800公里範圍。現時嚟睇咧，就比較大機會咧係入咗南海東北部之後，會轉向一個偏北嘅方向移動啦。咁大概咧都係移向台灣一帶嘅。咁但係就要留意嘅係咧，下週初到中期，其實我哋都會受到一個乾燥嘅東北季候風影響啦。咁就對於鳳凰嚟講，就係受季候風影響咧，佢係會逐漸減弱嘅。咁但係佢個轉向位置同埋減弱速度咧，現時嚟睇都仲有啲變數。有氣象專家認為，雖然踏入冬季，但海水偏暖嘅情況比以前更加高，仍然有條件孕育颱風。另外，對於傳統觀念認為立冬暖，冬天會好凍，嚟緊嘅冬天氣温會點樣呢？用任何一日嚟作為一個將來嘅預測呢，係完全冇科學嘅根據嘅。而家我哋喺全球暖化影響底下呢，我哋嘅冬天只會係越嚟越和暖啦。受天文大潮同東北季候風嘅共同影響，天文台預料今晚沿岸水位較正常稍高，部分低窪地區可能出現輕微水浸。展望星期六天氣好轉，下個星期2同星期3風勢頗大，天氣稍涼。星期4最低氣溫會降到20度。無線電視記者黃子傑報道。超強颱風海鷗登陸越南中部之後，減弱為熱帶風暴，造成最少5人死亡。海鷗琴晚喺德洛省同加萊省之間登陸，最大持續風速達到每個鐘頭149公里，部分地區降雨量超過300毫米，多處地方有樹木被吹冧，房屋受損，電力供應中斷，超過53萬人疏散。當局動員超過26萬士兵戒備，應對災情。海鷗吹襲越南之前，重創菲律賓中部，造成超過180人死亡，仍然有130幾人失蹤。